哈里王子突襲式飛返英國，喺倫敦克拉倫斯府 Clarence House 同罹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療嘅老豆查理斯三世閉門密會傾咗3粒鐘。上次哈里返嚟見老豆，會面時間只有短短嘅45分鐘，今次拉長到3粒鐘，背後傳遞嘅信息非同小可。但係同一時間，被譽為皇室最勤力嘅成員，喺英國民意中極具威望嘅安妮公主，專登塞爆自己個 schedule， 唔想眼冤，擺明車馬，唔想見到哈里。而原本一齊同行嘅梅根喺倫敦全程顯得極度尷尬，最後仲要漏夜，一個人帶埋2個仔女搭私人飛機飛返加州 Montecito。究竟呢3粒鐘嘅閉門會議裏面傾咗啲乜嘢實質內容？安妮公主嘅冷淡代表住皇室內部邊一股保守勢力呢？而梅根漏夜飛返去加州，到底係避開引發佢嘅公關災難，定係佢哋同皇室關係徹底破裂嘅信號？根據每日電訊報、泰晤士報同埋皇室資深記者嘅消息，今次哈里返英國，表面上係以私人探訪嘅名義，但背後嘅行程安排簡直係精密到不得了。哈里抵達倫敦之後，據聞係搭部黑色嘅的士，直接車去 Clarence House。喺皇室嘅外交語言入面，3粒鐘嘅會面絕對唔係寒暄幾句咁簡單。如果只係哈里向查理斯三世問候一下病況，半粒鐘至1個鐘已經乜嘢都傾晒。拉長到3個鐘，代表雙方應該傾咗非常具體，甚至帶有法律同財政性質嘅核心議題。第一係安保層級問題 RAVAC。哈里自從脫離執行公務嘅皇室成員 Working Royal 身份之後，一直同英國內政部打官司，要求恢復由英國警察提供嘅最高級別嘅特勤安保。今次3個鐘嘅會面，據悉係涉及查理斯能唔能夠喺個人嘅權力範圍裏面，為哈里一家喺英國期間提供皇室私有住宅，例如溫莎城堡或桑德令罕大宅嘅安保服務。第二係家族信託同財務安排。而家查理斯三世正係接受癌病治療，溫莎王朝嘅資產管理同信託基金分配正處於敏感期。哈里需要確保佢同2個仔女喺皇室信託入面嘅權益唔會被邊緣化。正當哈里同查理斯三世講緊數嘅時候，梅根嘅表現卻成為咗全球傳媒捕捉嘅焦點。據接近皇室內部消息人士透露，梅根今次隨行返英國，原本係想打家庭溫情牌，希望至少能安排一場查理斯三世同孫仔孫女嘅非正式茶聚，甚至透過家庭合照嚟融化過去幾年嘅冰封關係。但喺倫敦嘅短短幾10個鐘頭入面，佢完全冇獲得任何官方皇室活動嘅邀請，甚至連 St. James's Palace 或者 Kensington Palace 嘅大門都入唔到。皇室冇安排任何皇家大宅俾佢哋住，甚至連基本嘅皇室安保協調都冇乜。傳媒影到梅根喺車裏面嘅鏡頭，佢嘅肢體語言非常僵硬，神情好唔自然。喺會面進行到尾聲嘅時候，梅根又出招，佢冇等哈里完成剩餘行程，而係喺深夜避開傳媒，靜雞雞帶埋 Archie 同 Lilibet 直接去咗機場，搭專機飛返加州。呢種冇引離場、夜奔加州嘅舉動，到底係梅根做嘅 damage control， 定係代表佢喺倫敦感受到來自皇室核心層極度強烈嘅排斥感？其實梅根漏夜帶仔女飛返加州嘅原因都唔需要深究，只要佢繼續留喺英國，英國狗仔隊同主流傳媒嘅焦點就會繼續放喺佢點樣被皇室成員冷落上面。每多一張尷尬嘅照片，哈里同梅根喺蒙鐵斯圖建立嘅獨立商業精英形象就會受到一次重創。梅根咁識得玩，梗係走為上着啦。聽到呢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俾 like、訂閱、留言同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因為你每一次支持都係令我可以繼續嘅動力。皇室嘅核心成員包括威廉王子、凱特王妃同安妮公主，一早傾掂晒數，就係唔見、唔傾、唔合照。因為皇室最深層嘅恐懼就係怕任何私下見面嘅細節會再次成為 Netflix 紀錄片第2季或者梅根未來新書嘅題材。今日嘅安妮公主正正就係扮演緊皇室守護者嘅角色。安妮公主之所以公開表明冇時間見哈里，唔係因為私怨咁簡單，而係佢代表住溫莎王朝最傳統、最保守維護制度嘅力量。
安妮公主覺得你既然選擇離開，並且喺 Oprah 個訪問、Netflix 紀錄片同自傳 Spare 入面唱衰過呢個制度，你就唔可以喺搞唔掂需要皇室資源嘅時候，隨時隨地想走返嚟攞嘢。歷史話俾我哋知，皇室喺面對威脅到制度穩定嘅內部反骨仔嘅時候，佢嘅自我防衛機制係會極度冷酷同持久嘅。唉，呢壇嘢真係有排搞啦。今次哈利返英國，查理斯雖然出於父愛見咗佢，但威廉王子係全程零接觸，甚至連一個 text message 都冇發過俾哈利。Kensington Palace 嘅官方立場非常清晰，威廉目前將所有嘅精力放喺照顧家人同皇室公務上，完全冇安排任何同哈利見面嘅時間。點解威廉嘅態度會比安妮公主更加企硬呢？威廉係未來嘅國王 King in Waiting。從政治管理同制度穩定嘅角度睇，威廉必須考慮，如果今日輕易妥協，放哈利同梅根重返皇室體制，未來當佢登基嘅時候，哈利梅根會唔會再次玩嘢搞到家無寧日呢？安妮公主對哈利同梅根一家表現得咁冷漠，某程度上係幫威廉打前哨戰，保護皇室核心嘅權威同尊嚴。咁樣睇，未來會點樣發展？最高可能性係點到即止。查理斯三世會繼續保持同哈利私下嘅父子聯繫，但喺官方同公務層面，皇室絕唔會俾哈利同梅根任何正式嘅皇室身份。哈利同梅根將繼續留返喺加州，雙方維持一種河水不犯井水嘅 cold peace， 即係官方層面徹底切割，私下財務暗中協議，嗰兩公婆唔好再搞事。梅根將會盡量避免踏足英國本土，以減少公關災難。至於查理斯三世用咩方法幫佢搞掂嗰筆巨額訴訟，如果根據現時嘅皇室運作模式、民意同埋法理財政框架嚟睇，官方層面絕不可能直接幫佢哋埋單，但私下可能會有極度隱晦嘅財務支援。查理斯唔會直接將錢存入律師行嘅戶口，而係透過戴安娜王妃留落嚟嘅信託 account， 或者以俾孫仔孫女Archie 同 Lilibet 嘅教育同埋生活基金嘅名義，將資金注入哈利嘅個人戶口，再由哈利自己去交訴訟費用。咁樣對外可以聲稱係家庭內部財政安排，老豆私人醒嘅，避開公眾目光同市民嘅反感。好啦，如果你想分享對今集嘅睇法，歡迎喺下方留言話我知，記得俾 like、訂閱、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